美玲，还有春如，还有我们于将军，各位姐妹，大家午安，大家好。刚才于将军讲得非常好。今天我们这房间里面的姐妹，大概都会投我们的票。我们现在要把大家的影响力扩散出去。那扩散出去，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在座我们朋友的家里面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啊，我跟大家建议2个重点，可以去怎么样讲。第一，刚才美玲讲说，他的父亲是湘西人，母亲是云林人，所以他是偶尔罕籍，所以他其实看到民进党在挑拨这个族群的时候，他其实你父亲难过，你也难过。我跟美玲一样，我也是偶尔罕籍，我父亲是天津人，我的母亲是台南人。我当然也看到，如果有人在挑拨这个什么外省本省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些人非常无聊。在座的姐妹们，你们嫁到台湾来，变成台湾媳妇啊，假设是从对岸过来也好，东南亚过来也好，都不是本地台湾人。但是呢，你们嫁过来以后，可能你们的先生是台湾人，那你们下一代跟我和万美玲一样，也是偶尔罕籍。他们当然也希望看到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所谓的本省外省融合的社会。他们即便今天觉得说啊，不知道要不要去投韩国瑜跟张善政，不知道要不要投我们的万美玲区立委，或者我投我们分区，但是你要跟他讲说，你如果继续再投蔡英文，我们在台湾继续在那边讲说本省外省，那无聊的事情啊，他们在台湾日子啊会不好过。因为呢，我跟你讲，我们过去活了几十年，我们听到常常讲本省外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很不舒服。现在还在讲本省外省，这是非常无聊的事情。你们的下一代如果还继续听说什么本省外省怎么样的时候，他就会经历我们过去几十年心里面一样的不舒服。所以我先不要讲说他们喜不喜欢韩国瑜啊，什么喜不喜欢蔡英文啊，你要讲说未来你们几十年如果再继续选民进党，再继续选蔡英文，你就继续再听到大陆多不好，外省跟本省在台湾怎么样这些事情，他们这个将来的几十年不会过得愉快，不平等啊，对不对？好，陆籍的就比较可能当间谍吗？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对不对？要一视同仁，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到台湾来以后，如果半年之内你还不能加入劳保，对不对？加入健保。但是如果你怀孕了，赶快要给你健保。蔡英文总统他说没有啊，其实现在即便半年之内怀孕了没有健保，可是产检都有补助了。在座的朋友，你如果生过小孩，当过父母，像我当年我太太在做产检的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不是说产检的钱谁付，是产检出来有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我问了一个很笨的问题，被医生笑。我说我的儿子啊，或是女儿啊，会不会出来只有9只手指头？不会啦，这个少一只手指头几率只有1/100000000000%了。可是，在座的朋友当父母、为人父母亲，我就担心那1/1000000000%的可能性出现在我儿子身上啊，对不对？不是这样吗？所以很担心。所以重点，不好意思说蔡英文没有结婚不是罪过，但是他因为没有生过小孩，他就不知道这个心。我们不在乎那个产检，我们在乎产检检出来如果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健保的话，你怎么去处理？